大學女生慘遭剝光暴打，只係為咗個電話。皮肉之痛點都唔及俾人剝衫凌辱，再放上網二次傷害。星期一朝有網民喺微博鋪咗一輯凌辱女生嘅相。咁中意偷人手機啊嘛，得罪我朋友嘅下場爽唔爽啊？貼文急集大量粗口，相中長髮女生被剝光、扯髮、剪髮，受盡百般凌辱折磨，遍體鱗傷。事後各網民同受害女生都被起底，證實兩人嚟自江蘇連雲港廣播電視大學，校方已經報咗警。警方話受害人姓孫，17歲，星期一凌晨同幾個女仔出去玩，期間有人話部電話俾姓孫嘅女仔偷咗，雖然女生否認但仍遭其他女仔剝衫暴打，之後再帶去賓館再打。涉嫌打人嘅女仔介乎17到19歲，警方刑警大隊已經跟進調查。